台中出名的景点美术荒岛，有民众早续捧来饲野粉鸟。这个粉鸟为着要抢食物，乱飞，影响到交通。动保处讲，野粉鸟来聚集，真会传染疾病，希望民众唔通搁饲，若去互抓到，上悬会当罚1万块。它是鸽子吗？台中美术的荒岛上有一大群粉鸟，数量真多，有30万只，拢围伫这位先生的脚边，抢咧食小胖。这位先生伊炸一条小胖来饲野粉鸟，甲小胖甲配合做一块一块，等互粉鸟食。这粉鸟亲像摇真久啊，抢啊真响。好要吃。这阵野粉鸟看到人拢袂惊，这空地所在拢互因占去，还有其他的这野粉鸟嘛飞来想要食，冲过大路乱飞。穿越马路。车驶过看到粉鸟汹涌飞起来，拢惊一条。愈来愈多只，拢是因为伊炸小胖来。其实台中市有规定，免去饲粉鸟。鸽子是属于野生动物嘛，所以我们禁止饲养野生动物。那如果违反自治条例的话，是罚2000块到1万块以下的罚款。很多的空地啊，拢专食野粉鸟，柴帮的伊啊，拢真侪鸟屎，这危害民众的健康。因为野生动物身上可能有一些我们不明的未知的一个疾病，啊，那万一我们跟它接触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受到感染。动保处提醒野粉鸟自救，若是容易传染疾病，民众随便饲野粉鸟咧，嘛是违规，会使开罚单。